上兩條片呢，就講 Sine Law、Cosine Law 係關於點樣 solve 啲三角形嘅。今條片同埋下一條片就講第二樣嘢啦，就關於三角形嘅面積啊。咁而呢一條片就首先講下點樣用 Sine Ratio 揾三角形嘅面積出嚟。咁就好似好大陣仗啦，但係其實個 idea 好簡單嘅啫。三角形嘅面積，無論係銳角三角形又好，定係鈍角三角形都好呢，都係等於底乘高除二啊嘛。例如喺呢個三角形入面，如果我以 A 作為底邊嘅話，咁個高就會係呢一條由 A 拉落嚟 BC 嘅垂直線啊嘛。咁然後呢一度咪有一個直角三角形嘅，呢一隻係 angle C。咁如果叫你用 B 同埋 angle C 去表達呢個高度嘅長度嘅話，咁佢會等於啲乜嘢？就係 B 乘 sin angle C 啊嘛。因為 sin angle C 就等於對邊 over 斜邊 B， 咁所以呢條對邊即係高度咪等於 B 乘 sin angle C 咯。咁而因為三角形嘅面積係等於底乘高除二啊嘛，而家底係 A， 高係 B 乘 sin angle C， 咁所以個三角形嘅面積咪會等於1/2乘 A 乘 B sin angle C 咯。A 係個底， B sin angle C 係個高。而呢一條就係所謂用 Sine Ratio 去揾個三角形面積嘅公式啦，係經常用到嘅，所以又係冇得唔記啦。咁但係一啲都唔難記嘅。你記嘅時候呢，就唔係記啲 ABC， 而係記個 idea。個 idea 就係我俾個三角形嘅其中兩條邊你，再加一隻夾角，咁然後嗰條 formula 就會係1/2乘嗰兩條邊，再乘嗰隻夾角嘅 Sine Ratio。咁所以根據呢個 idea， 呢個三角形嘅面積除咗可以等於 half AB sin angle C 之外，亦都可以等於1/2乘 B 乘 C 再乘隻夾角嘅 Sine Ratio half BC sin angle A， 又或者1/2乘 A 乘 C 再乘隻夾角 angle B 嘅 Sine Ratio half AC sin angle B。 呢度呢三條式計出嚟嘅面積係一樣嘅，咁所以你只要有兩條邊加隻夾角嘅話，就可以揾到個三角形嘅面積噶啦。咁而事實上呢個 idea 就唔止用喺銳角三角形度嘅，鈍角三角形都同樣用得到。例如我同樣以 A 作為底邊，咁個三角形嘅高度咪會係你將 BC 延伸之後係 A 拉落嚟嘅呢一條垂直線嘅。然後由於呢一隻係 angle C 啊嘛，咁所以呢一隻就會等於180度減 angle C。咁而呢個高度係會等於斜邊乘呢一隻角嘅 Sine Ratio 咯，即係 B 乘 sin 180度減 angle C 啊。咁但係 sin 180度減 angle C 係等於 sin angle C 啊嘛，之前學三角比嘅時候學嘅。咁所以呢個高度其實都係等於 B sin angle C。咁之後我哋都係用翻面積等於底乘高除二。咁呢個鈍角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底邊 A 再乘個高度 B sin angle C， 所以又得出同樣嘅 formula。而如果你拎 BC angle A 又或者 AC angle B 咁樣玩呢，都係得出呢兩條 formula 噶啦。咁所以無論係銳角三角形定係鈍角三角形都好，三角形嘅面積都係等於1/2乘兩條邊嘅長度再乘嗰兩條邊嘅夾角嘅 Sine Ratio。咁或者嚟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。而家就俾咗你呢個三角形嘅兩條邊同埋呢隻夾角你。咁根據頭先條 formula， 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呢兩條邊嘅長度再乘呢隻夾角嘅 Sine Ratio。咁你撳一撳機，我拎小數點喺一個位啦，就會等於60.0啊。係啦，咁所以呢一條 formula 應該都幾容易用啦。咁跟住我哋就嚟睇啲正式啲嘅例子咯。第一題就咁樣嘅，呢個 setup 經常見嘅啦。OAB 係一個 sector 線形啊。咁所謂嘅線形 sector， 以防你唔記得啦，即係喺個圓度喺圓心呢個位咁樣界出嚟嘅一個形狀。而家想你揾嘅就係藍色油咗呢一 part 嘅面積啊。試下停一停條片，諗諗點樣做咯。開始啦。咁首先因為 OAB 係一個 sector 線形啦，咁即係話 OA 同 OB 都係半徑啊。咁所以 OA 等於4嘅話，OB 都係等於4。而家呢個我哋想揾嘅陰影部分嘅面積，其實係等於呢個 sector 嘅面積減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剩翻低嘅部分啊嘛。而個 sector 嘅面積同埋個三角形嘅面積，我哋都識揾嘅。首先 sector 嘅面積就等於原本個圓嘅面積成個圓周角 over 360度，咁所以就係75度 over 360度成個圓嘅面積
派乘4嘅2次方。咁一撳機就會等於呢一個數，我抄晒計數機啲 digit 出嚟。而至於個三角形，我哋有兩條邊加隻夾角啊嘛，咁所以根據頭先條 formula，三角形 OAB 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4乘4乘 sin 75度，即係等於7.72740661。而最後我哋要揾嘅陰影部分嘅面積就等於 sector 嘅面積減三角形嘅面積，就會大約計到係2.74。咁第一題就咁簡單啫，跟住就去到第二題啊。今次就咁樣，俾咗個大三角形 ABC 你，話俾你聽 BC 長3 AC 長8，同埋呢一隻係105度。如果再話俾你聽大三角形 ABC 嘅面積係6嘅話，咁呢個三角形 ABD 嘅面積又等於幾多呢？試下停一停條片，諗諗點樣做咯。開始啦，我哋嘅方向呢，就係去揾三角形 BCD 嘅面積，然後用大三角形 ABC 嘅面積減 BCD 嘅面積，剩翻低嘅咪就係 ABD 嘅面積咯。咁而家大三角形 ABC 嘅面積題目俾咗噶嘛，等於6，咁所以就有呢一條 equation， 即係1/2乘3乘8再乘隻夾角嘅 sin ratio 等於個面積6，然後你就會計到 sin angle C 係等於1/2，即係話 angle C 呢係等於30度啊。咁之後呢一隻咪等於105度嘅，咁所以隔離呢一隻就會等於180度減105度，即係75度。而剩翻低呢一隻，你用三角形內角和180度減75度減30度，都係等於75度。咁由於兩隻底角相等，咁所以呢兩條邊 BC 同 DC 長度係會一樣嘅，即係話 DC 都係等於3。原因就係 sides opposite equal angles， 等角對等邊。好啦，咁而家你就有齊晒需要嘅資料啦。三角形 ABD 嘅面積係等於三角形 ABC 面積減 BCD 嘅面積啊嘛。ABC 嘅面積題目俾咗嘅，等於6，BCD 嘅面積就等於1/2乘3乘3再乘隻夾角嘅 sin ratio， 即係呢一度。咁所以個答案就會係3.75。咁呢題又係好簡單，冇乜特別啦。咁所以最後一題呢，就特別些少咯，我覺得相當之有趣。就咁樣嘅，我先求其畫個四邊形喺度，然後再畫兩條對角線。一條對角線嘅長度我叻佢做 x， 另一條對角線嘅長度我叻佢做 y， 同埋呢兩條對角線相交嘅呢個角度我叫做 theta。而家想你做嘅呢，就係用 x、y、theta 呢三個符號去表達呢個四邊形嘅面積出嚟。咁呢題我諗你可能會需要啲提示嘅，咁但係如果咁犀利唔需要嘅話呢，就停低條片自己做一次先咯。要提示嘅話呢，就咁樣，你先叻呢一條做 A， 呢一條做 B， 然後用 A、B、X、Y、theta 5個符號去表達呢四個三角形嘅面積，最後再將呢四個三角形面積加埋一齊砌呢個四邊形嘅面積出嚟。係啦，咁就試下停低條片諗諗點樣做咯。好啦，開始啦。咁正如頭先提示所講啦，我先叻呢條邊長做 A， 呢條邊長做 B， 但係好似有啲花哩碌咯，或者我整走佢哋咁樣 label 啦。而家呢一段係 A， 成段係 X 啊嘛，咁所以呢一段就係 X 減 A， 然後呢段係 B， 成段係 Y， 咁所以呢一段就會係 Y 減 B。咁之後我哋逐個三角形睇，揾一揾佢哋嘅面積出嚟，先睇呢一個啦。咁用翻頭先條 formula， 好簡單啦，個面積就會等於1/2乘 A 乘 B 再乘 sin theta， 然後就嚟望望隔離呢一個三角形咯。咁但係我哋就先需要呢一隻角啊，咁但係都好簡單啦，係等於180度減 theta 啊嘛，直線上的輪廓。咁所以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 A 乘 Y 減 B 再乘呢隻夾角嘅 sin ratio， 而 sin 180度減 theta其實係等於 sin theta 啊嘛，咁所以個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 A 乘 Y 減 B 乘 sin theta 啦。咁之後嘅兩個三角形都係類似啦，由於 vertical opposite angles 對頂角嘅緣故，呢 pair 角係相等嘅，都係 theta， 呢 pair 角都係相等，都係180度減 theta， 咁所以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 X 減 A 乘 Y 減 B 乘 sin theta， 而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
乘 x 減 a 乘 b 再乘 sin theta。然後啦，我哋要表達嘅係成個四邊形嘅面積啊嘛。咁所以咪將我哋揾到嘅四個三角形嘅面積加埋咯。因為呢四個三角形嘅面積加埋就會等於成個四邊形嘅面積。咁即係話我哋剩翻要做嘅就係去化簡呢四個 term 加埋嘅呢一堆嘢。我哋先將啲 common factor 抽出嚟，咁就會係1/2 sin theta，每個 term 都有嘅。咁抽完之後剩翻低嘅呢就係 ab 加 a 乘 y 減 b 加 x 減 a 乘 y 減 b 再加 x 減 a 乘 b， 即係呢一大抽嘢。跟住啦，我哋喺呢個括弧入面做啲 grouping term。喺頭呢兩個 term 呢，我哋抽個 a 出嚟，剩翻低嘅咪就係 b 加 y 減 b， 即係 y 咯。然之後喺尾嘅呢兩個 term，我哋就抽 x 減 a 出嚟，剩翻低嘅就係 y 減 b 加 b， 又係 y。最後呢兩個 term common factor 就係 y 啦。然後抽完之後就係 a 加 x 減 a， 即係 x 啊。咁所以呢個括弧入面咁大抽嘢，你化簡之後啲 a、b 係唔見晒嘅，得翻 x 乘 y， 即係話呢個四邊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 xy 乘 sin theta 啦。亦都即係話一個四邊形嘅面積原來係等於1/2乘佢兩條對角線嘅長度，再乘兩條對角線相交嘅呢隻角嘅 sin ratio。咁或者我就用個好簡單嘅例子驗證一下呢一條 formula 啦。好簡單，一個正方形，正方形係四邊形噶嘛，邊長係2，咁所以面積好面就係2乘2等於4啦。咁你話我知啦，呢個正方形嘅對角線係幾長啊？同埋兩條對角線相交嘅呢個角度又係幾多？咁你用畢氏定理應該就會揾到對角線嘅長度係等於開方8嘅。而根據正方形嘅特性，兩條對角線相交嘅角度呢，一定係直角嚟嘅。咁所以根據呢一條 formula， 呢個正方形嘅面積就會等於1/2乘開方8乘開方8乘 sin 90度，而 sin 90度就等於1，咁所以個面積就會等於4，同我哋就咁計2乘2嘅結果係一致嘅。係啦，咁呢一條 formula 係咪都幾有趣呢？有興趣就記咗佢啦，記唔記都冇所謂嘅。係啦，咁例子都講晒啦，都冇乜嘢要補充，今次就講到嚟呢一度先啦。